大家好，今日咧專登拍條片係記錄我司徒夾帶咧係真係服咗晴天林。晴天林本身要開一個演唱會啦，即係佢趁自己生日開個生日演唱會，所有飛都賣晒㗎啦。咁啊準備開嘅時候咧就宣布要取消。咁對於一個創作人，對於一個表演者嚟講，都唔會係一件開心嘅事咧。喂！本身又有錢收，又有得表演，係咪？現在係又要退款，又冇得表演，咁都幾影響心情啦。我以為但係佢喺取消咗嘅第二日，已經可以即刻出多首可白飛刀，即係因為佢嗰日其實就發生咗何太同埋可白互毆嘅事件，跟住佢即刻再創作就出歌，彷彿完全冇俾取消演唱會嘅事件影響。邊有咁勁㗎？嗰個創作魂，即係嗰團火係好犀利啊！我覺得咁，所以咧我寫咗個服字俾佢，咁我遲啲就會用信封寄俾佢㗎啦。咁我希望香港嘅觀眾或者晴天林嘅 fans 好好珍惜一位咁有火、咁中意表達又高質嘅創作人未睇過晴天林嘅片嘅，唔該你快啲走去睇即係自從香港冇咗頭條新聞之後咧，唔止冇咗頭條新聞啦，好多嘢都冇咗啦，亦都冇咗司徒夾帶啦，係咪？咁你要有翻啲社會諷刺味道嘅東西，就係首推晴天林噶啦。